錦標賽第2場初賽 E 組嘅賽事開始咗。第1線隊有 Octopus Dragon， 第2線隊將軍龍，第3線隊乘風破浪，第4線隊新能量環保科技飛展龍，第5線隊中電龍舟獅隊，第6線隊日強工程物魚仔，第7線隊 VRC 同埋第8線隊嘅粉紅戰士。好啦，咁啊比賽咧開始咗1/3啦，咁啊頭先嘅一個少少插曲咧，應該影響唔到咧各健兒嘅表演啦。咁啊見到啦，咁啊第7線度咧就稍領前有 VRC 啊，頭先咧佢哋對表現咧都非常之突出㗎，希望咧佢哋今次咧可以攞到好成績啦。咁啊其他隊伍咧都旗鼓相當，我見到第6線路啦，咁咧同第7線路咧都緊貼住喎。第6線路咧就係日強工程物魚仔啊。之後咧，我哋咧亦都有第2線度、第2線度、第2、3、4線度咧，亦都喺後面咧緊隨其後啦。嗱，見到去到比賽中段咧，我哋見到第7線度同埋第6線度咧已經大先咗啦喎。咁究竟咧第7線度會